最近跟奶奶學咗醃泡菜，今日返屋企試下自己醃下先。首先處理白菜，分段切好，輕輕過水，然之後切碎細塊，跟住灑粗鹽醃2個鐘。2個鐘之後再洗1-2次水，跟住順次序落材料。首先洋蔥、蒜蓉、清淨魚露、梅汁，份量隨自己調校，我自己就用呢個基準。跟住繼續落辣椒粉，跟住落蝦醬，跟住少少攪勻，落少少薑粉。然之後落蔥，蘋果蓉好緊要，要記得落。雖然同奶奶整嘅味道差少少，但係我整嘅都覺得唔錯啊。第一次整都算唔錯，有成功感。好，而家就俾老公試食。